朵朵粉的粉其实就是西南地区常说的米豆腐，属于凉粉的一种，质地软弹，入口绵软，久煮不易松散。作为龙老太朵朵粉20年唯一的供应商，郝阿姨坚持手工制作的承诺，是辉哥能够坚持固执的重要盟友。将浸泡1夜的大米洗净，打成米浆，大锅熬煮，不停搅拌，用力量对抗力量，才能让米豆腐绵软而有弹性。一块品质极佳的米豆腐，要经得起朵朵粉的考验，久煮可夺，亦不散，形也不能散。比较软，比较糯，软软的，我比较喜欢吃软软的东西。我觉得味道一直没有变，就以前的味道。